你感觉你写了上好的倒一句？骷髅骷髅吧。好生哦，这就是创作。我来唱歌好像困难了。暖男呐，暖男啦，暖男。那等下弄。没啦。多个人呢，去迄茅草屋。那这里了哦。看看平山呀，我甲挂完，我来等啊。就这样吧。来，拜托了，拜托姐。来。因为我真正头一摆做事。我刚好讲要叫恁作事，啊，无啦，不是。其实无。我刚好讲叫恁来比向悬向低。真济像这的思考，拢是会甲你的创作拔掉的，这的想法拢是假的。写好好，写好水来，迄是你用心的所在，迄是你日地你家己较有自信的所在。但是你对你家己的感觉，你惊讲我是毋是较差，惊讲我是毋是较慢。你用你的台文的这个所练习到的这个功夫，想要甲你的无自信砍起来。这件代志颠倒，互你在创作的时阵，会是一个关啊，一关爱去过。但是我感觉你对台文的写得真水真好。来，压轴，压轴登妈呀，你啦！ Ladies and gentlemen，耶！一边跳舞一边念，这边。大声哦！哦，食着草啊，照心安。窟窿窟窿找麻烦，若是无人甲伊牵，一定着爱赶紧选。哎，你是把你的名写入去哦，我变酸，紧选。你感觉你写了上好的倒一句？骷髅骷髅吧。我上介意的嘛是迄句“咕噜咕噜”。你无发现到恁六个人中间，敢若你想到用这种撞声词？咕噜咕噜，佫无写到尾，一看就知影尾，是不是真赞？对，其实咧，我咧看起来恁六个吼写了拢袂歹啦，但是大多数恁拢想济啊。恁六个人虽然有虽然的优点，我拄则嘛有讲到。我希望咱刷落来进一步，下一个功课开始，或者是讲咱这个任务要写一条，或这个马场送予阿信的这条歌，我需要恁大家六个人合作。我需要你做一个。既然拢写出来啊，来听看嘛，把恁的作品放伫音乐内底，是生什么款？你陪我啊，给我一个无敌四和弦，一箍一箍。一箍就是 C 调 C 大调一个，来，用录的，空饭唱出来。生活是一天过一天，有谁搁来牵起迄条无缘的线？看伊散步啊，就知。大家看我笑开怀。搁困一暝，继续享受这的土地，雄雄发现，隔壁真欢美。Rainbow， 你温柔的脚底声，踏伫我的心房。感谢可爱的你，予我伫花莲留下无共的人生体验。食着草啊，照心安，苦乐找麻烦。准个。听看卖啊，换无共款的人是安怎表现？来一次哦，我想一下。莫想，直接来。我唔捌是安怎？无要紧，1、2、3、4。吃着草啊，
有心爱。大声！困了，困了，最麻烦那是无人，甲伊看一定着爱，我紧耍。滴哩，叫屎的生活是一天过一天，伊对伊的爱嘛永远拢袂变卦。无伊有时孤单，有时也袂寒。有谁又来牵起迄条无烟的线？哎，来咯，换碟碟倒哦。看饭。青春就是安尼乱乱说，你把伊的会跳掌尾，我是伊的脚底，好困一暝，继续享受这土地，永永发黑。你来伴舞好了啦。隔壁，伫咧种番麦，韩吉，人完美你喊鸡。换你哦，来了，给你一个过门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野哥。大声！甲我想象的无啥相像，有粗粗的脏毛，煞性地好，互人安全感。Rainbow， 温柔的脚底下，踏伫我的心房。感谢过水的你，予我伫花莲路无同款的人生体验。人生体验，人生体验。一只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带伊散步踏着屎，大家看我笑开怀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困难，加油！来，你站到中间了，站到中间。卖，我要你跳舞啊！草地青青，风吹微微，你轻轻对我讲。你用你加减的手，慢慢将我的头鬃。我有时过强，有时温顺，有时断心情无，我袂晓啦。你有你有限的性命，笑，陪我一天，过一天。好玩，刺激的，真正。好耍哦，这就是创作，安尼尔，对无？啊，伤感动，伤感动，很感动着哦。我来唱歌好才困了，你该笑笑的，无卫生你应该笑笑的，你应该笑笑的。我吗？看门，看门。不要紧啊！大家真正足厉害，真正足感动的。我足够哭的，我去看表演，我嘛常常看一部我就开始哭。有啦，我落地啊有。你说卫生哎，你这乖哦。哇，是你出名较好啦，面会出油啦，啊袂用着，啊袂用着，互你用。讲几句啊？暖男呐，暖男啦，第一拢。没风头，花莲加风头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讲话唔免讲遐多，加油就对啊，两个字，加油！加油！社会，加油！两三，加油！其实
无我想的遮尔困难，甚至讲就是互大家的迄种自由快乐的气氛感染着，互感动着啊，就是感觉我真介意迄个感觉，啊，足感动的迄个感觉到啊，我就足想要哭的。伫凉亭仔骹，我迄阵有感觉真正家己要哭出来，毋过最后我嘛是有忍的，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头我讲的查某囝，所以毋过真正足感慨啦，真正足特别的，迄阵就是先闪去边啊。来，队长，第任就你做队长啊。下暗8点，歌词曲唱4句互我听。好，坚持到底哦。坚持到底。 1、2、3，坚持到底。坚持到底，卖搁坚持到底，我都较加油，较加油咧，较加油咧，不是两个字，就是4个。坚持到底。为着要互菜鸟有话通我讲出嘴，唔通郁住囥心内，我嘛缀着少年的流行，组一个匿名聊天群组。除了我，无人知影谁是谁。要写歌互马场，写互这片土地，当然爱对这个所在加了解寡。也是教练，麻烦你哦，菜鸟啊，就交互你安排。教练，教练，咱来啊！我来啊！教练讲啥？真赞呢！教练，咱今仔日呢，其实是有任务的。哦，今仔日呢，有社区的长辈来遮骑马，2个人吼一组吼，留伫遮替因服务。哦，啊，有另外2组的人呢，会去社区呢去迄茅草屋。哦，对，好，好，来，任务安尼哦。好，感谢教练。行。皮楚哦。那有声音吗？哎，阿伯，哎，阿伯你好，阿伯你好。哦，恁来哦。哎呀，阿伯你咧创啊？我即马这草厝吼，草顶面迄落草拢老爱换掉，哦，所以这是鱼草啊。这是迄落唔嘛，嗯对，安尼，有无？变得啊，甲拆开。哦，伊爱平紧就对。好，啊看，这个，看，哦，扭一支起来，你甲倒右，好完。我想要人咧拔起啊。啊，对，迄白纸啊对。哦，等你，我来，会使，会使，你嘛在上班啦。你来上班啦。好，安尼，好，好，来，恁楼梯等下来，啊，这个撒起，甲砍咧。好，好，啊砍，你砍你遮对无吼？咱砍下砍你遮，嘿，啊，像你安尼有吼，沿线吼，嘿，甲跳过这个沿线，甲拔来再穿。所以总共2站。 2站，好，哦，嘿，会使吼，交代好你哦。好，我们来。 2个跟我来刮擦。我说你哦。好，啊，你嘛是爱说你哈。哦，拜拜。来，哇，真水啊！对啊，搞共款的。你唔捌来哦。无呢，无捌来过呢。这就是嘛。这唔捌对。啊，这唔捌恁捌看无？无呢。对，咱等下刮吼，伤悬袂使。等下咱要刮的时机，安尼甲压落啊。哎呦，安尼啊无断，那就好啊。安尼。轻轻就好啊。哦，要等。哦，成功。成功啊！啊，甲吐吐的。吐的，好。等等。哎，啊。你较细腻咧哦。来，看遮比的是。伊含你的，你起好的，
魔草。好，休困，日头足大个。等下，伊阮较问啊，啊这草啊，毋是要铺2顶，啊哪会铺1顶就走啊？啊，这真正菜鸟啊呢。对，爱徛尾部，徛尾部。好，我一摆，嘿，压落，哦，袂歹，嘿，进步。就是讲安尼，啊，对，头今仔来上班啊？即摆要来教恁安怎绑哈，好，哦，对无吼？安尼，啊这里，正手，哦，啊2顶大对无？对。哦，啊就甲，对啊，安尼，斜来变安尼，向外面，手向上。安尼。啊，对，向外面。第一件代志吼，甲撩完；第二件代志，放互倒。带我倒。第三吼，你个手吼，甲拄则这边抓着，抓着。手啊另外一边甲抓着。好。甲3个。哦，正手安尼。哦，对，安尼开始转。好。搁转。哦，转解安那对无？嘿。上尾啊哦。这平嘛，你有头平嘛，甲剪入去。哦。啊，扭出来。咧，安对。哦，安尼吼。伊会起条，对。啊，恁即摆恁2个吼，搁甲挂，才看到迄边山啊，甲挂完，倒来转啊。伤济啊吧？哦，啊我先我转来啉只凉的，恁挂完倒走。挂到明年吧。下面，你挂3工倒啊。哦，挂3工哦。哦，继续来开始。咱2个拄则起一间厝啦。好啊。起家就好。袂使摸鱼啊。哦。袂使摸鱼啊。真久冇听过。阿妈恁来啊！哇！我带阿妈来听你啦，手看条条。哎呦！咱今日社区的长辈来徛马吼，甲咱来服务长辈。啊，小等下呢，咱伊家甲阿公做伙。阿公。哦，恁就做伙牵小龙，豆啊行，准一个今仔甲阿妈服务吼，帮你牵轮步安尼。少年的替你服务。啊好。所以咱等下呢，阿公会牵一边吼，啊伊姐你牵另外一边。2个人做伙牵一边。对。来，阿公行。来，拜托一下。来，小龙。阿妈，你之前敢捌骑过马啊？捌啦，出国的时阵捌骑过啦。出国？嘿。出国会当骑马哦？会啊，伊嘛是有介一尾好骑啊，就是讲即摆吼介久几啊年拢毋捌咧骑啦。你甲阿嬷是安怎熟悉的？阮是江庄人啊。花莲哦。因的田，嘿啊，拄阮迄出云山社区遐啦，嘿啊。哦。嘿啊，啊，因的田甲阮的田是隔壁。啊，你有写过是真杯互阿嬷？啊免啦，就用我直接讲就好啊。安尼恁即摆结婚偌久啊？有头51年啊。51年啊？金婚啊？真叫金婚。来，咱搁坐一个哦。好。咱搁坐一个，咱就要来下课啊哦。大伯已经知影要下课啊。你看，哎，不会，搁一个啦。来，行，来，搁一个，行。阿公，你会头晕无？袂啊。哎，你坐，你袂哦，我头晕安尼。安尼啊？哎，咱坐偌倒平好无？啊好啊。来。我阿公，你的小脑袂歹哦。啊。小脑袂歹哦。啊。拢袂头晕哦。袂啊。我头就晕。我地阵嘛毋捌头晕嘞。哦是哦。嘿。咱嘛转来啊。安尼咱做伙会合一下哦。下班了。我甲阿公阿妈翕相一下吼。哦，有爱的抱抱哦。啊，阮这2只菜鸟安尼透早来斗相共。无简单的，第一我都遮早起来，吼，这算真厉害啊，少年人。我第二工课真诶足认真诶。无啦，我讲真诶，你莫为着讲咱来挑工饿咯呢。无，真诶，其实呢，我是感觉因有介意买这个动物，介意做这件代志，所以因就足认真诶。啊，若讲今仔这是无情愿诶，有可能像你讲诶，可能是米东米西，还是讲也是无认真做安尼。可是有兴趣诶物件，有影真诶做甲拢做甲足好，足认真诶。你嘛辛苦呢。袂啦，大家再见哈。再见。
就是讲吼，我搁要互恁一个任务。既然恁甲因开讲到遐久，算讲嘛算熟啊啦。啊，我看伊嘛甲恁当做伊的孙还是干阿孙啊？我算干阿孙的款哦。伊讲恁阿公是一个直男。嘿，就是较袂有仪式感。安尼好，你帮阿公设计一个浪漫的金婚庆祝仪式。把伊的仪式感吹动来。对啊，因为伊竟然50几年啊，毋捌做过遮尔浪漫的代志。啊，遮的代志就敢若恁这辈上熬。是。对吧？爬起来的步数。对，发挥恁的想法，任通袂记哦。咱所做的一切，拢是爱为着创造的养分，好好去体验，把这件代志办好。好，会使。外口开始落雨啊，菜椒米碟内底，个人写因个人4句有诗个有曲的作品。啊，你讲要记的，你有录啊？无啊，我记的啊。你记啊？我唱一摆。哦CMIFG 啊。录一个。CMIFG 啊 ，CMIFG。搭着伊会使滚落地，赶紧爬起来，继续坚持到底。淡薄仔叮当哦。哎呀，你哪速度慢？坚持到底。你要唱遐低哦，较悬，搁一届，搁一届。大人要唱到这叮当要大啦。好，开始。来到我连，一个雨伞雨水雨落地，你好有劲。世界细细，拄着一只小小马，牵伊散步，不落地啦，赶紧爬起来。继续坚持到底。哦，先安尼就好，先安尼就好。哦，多好。有一个气氛出来就好。哎，换谁？哦，伊个啊。我啊。哎。我。规半步。哎，啦，你家下来拢无转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任务变动。 4句写好买场的歌，请共同完成。下暗8点。我带路人呢，敢有可能清彩安尼就准过？菜椒啊，后壁阁有真侪我细心的安排在等恁哦。我真正好感动。天哪，我老爷马上全是的，好贵刚刚家己才会叫失败啦。 你两摆去想你失败的所在，你咧想你已经写出来的物件对吧？写出来就多，我家己拢无目睭甲看，无爱甲看。啊，不过你有物件，你有物件生出来啊，对吧？啊，你著真就是不使。啊，不过就刚刚为啥